雄九泰科技篮球队一字排开，有选秀状元曾博玉、洋将杰伦、Kia 象王，还有许多年轻阵容，由总教练徐仲义带领，还有 BC 博串董事长黄锦章加入担任总领队，准备在第19季 SBL 挥洒精彩。防守为优先吧，打造出最凶悍的防守球队嘛。那就是把每一场球，我觉得一场一场都要进步了，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球迷啊，还是观众，我觉得都非常厉害。那其实球队打得好不好，其实他们也都稍微都看得懂。那我觉得就是一场比一场还要进步，我觉得这是我今年的目标。那我希望可以用我们在经营我们 BC 这个品牌的方式的行销的模式，以及经营的各种方式的来经营这样子的球队。我不知道这样子的方式来经营这样子的球队，到底可不可以有更好的发展？但是我相信，如果可以再多一些我们的这个的副领队。他一直给我很多的信心。他跟我说，你可以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，用经营车队的方式、经营品牌的方式，来让这一个球队可以更加的未来可以更好，然后可以有更好的发展。赛事开幕战12月25号在板桥体育馆点燃战火，相关赛程观赏可以锁定中嘉宽频有线电视频道，不时会有好康优惠可拿，邀请民众一起看球赛。非常感谢那个中嘉的，因为这一次的赛季将在25号，也是圣诞节当天晚上我们就要开赛了。那也谢谢中嘉帮我们跑那个跑马灯，然后鼓励我们的球迷们到球场来支持 SBL， 然后力挺我们九泰。高雄九泰科技篮球队以崭新面貌迎接新球季。记者会上颁发聘书与象征大发力士的88号球衣给总领队黄锦章，他也期许篮球队充满速度与激情的场上展现，给球迷带来全新感官享受。记者翁宇俊台北报道。